选这个桃园市长的张善政进行指控抄袭的研究案，讲阁有新的事情。讲伫个农委会3年的研究案当中，2009年1740万的主报告，这个60页的内容有将近一半艺术家 NCC 的报告复制打起嚟。张善政嘛出面来背回，讲 NCC 这份的报告拄好甲因的题目有关系，所以因就来引用。张善政强调讲，这毋是抄袭。 根据著作权法是会当中制，讲因的引用完全合法。国民党桃园市长候选人张善政，阁向媒体曝光，伫农委会3年研究案内面，2009年1740万预算的农委会主报告60页内容有将近一半涉嫌是复制 NCC 2006年委托工研院执行的报告。两篇来做比较，介绍网络设定甲服务的段落差不多拢同款。一个复制贴上的一个比例跟内容，而且不加注出处，甚至是复制贴上政府本来的委托案，这个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事情。NCC 有一份报告刚好是跟这个题目有关系，所以我们就去引用。但是我要特别强调，这不是抄袭。著作权法的第50条、第52条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下。我们这个引用是完全合法的。 不过当时张善政挂名研究案，农委会契约有写得真清楚，讲交的报告内面袂使有抄的，也是用偷的，也是侵害智慧财产权的代志。对手陈文平认为讲张善政应该好好反省甲检讨。花在这些上面讨拍，不如说跟我们一样，那光明正大的，然后把这些5736万的研究案，那把所有的资料跟媒体公布。 我光明美雷洛没有什么地方需要反省，反倒是他挺抄袭，他应该先回去检讨，当年在苏家全主委时代，这个计划为什么可以通过当时的验收？ 张善政反呛讲，应该检讨的是陈文平，也有当时主政的农委会主委苏家全。这个研究案已经经过10多年啊，现任主政的农委会并无了解，强调讲每一个计划拢有当年结案的流程，敢会阁提出来研究，就要看检举的内容才决定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